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雲林的水南鄉，有一台載着雞卵的大貨車，和一台遙控的無人機弄到這個車頭。大貨車的駕駛甲警方報案，警方是發函請問到交通工務局，而這個鄉道耍遙控的無人機是不是有違法？大貨車駛佇殘華路，道橋邊有一個男子登咧遙控無人機，無人機打起背爾，就弄到大貨車的車頭。遙控無人機的男子看到無人機直直衝向頭前，弄到大貨車，家己嘛踹一條，直直點頭回失禮。網絡頂真濟人看到這段畫面，攏感覺震撼。也有人講，這嘛算是一種空單，要飛也是去專用的跑道飛較安全。這件意外就發生佇昨早起，雲林縣水南鄉後寮村151鄉道。當時大貨車司機後倒載雞卵，遙控無人機弄到貨車，無人機的車頭弄壞，貨車的車頭也有毀損。遙控飛機是否違反民用航空法？已由警方函請交通公務局查處。警方調查，遙控無人機是一個姓賴男子，疑似是操作了無順，無人機打起尾就失控，弄到貨車。伊甲大貨車駕駛攏無啉酒。在我們雲林蠻多地方都是綠區，所以他可能是在河道邊或者一般的沒有車的產業道路，他們就可以進行飛行，重量跟起飛速度、距離都要比較大一點。姓賴男子佇路邊耍遙控的無人機，結果造成意外。專家判定，這台遙控的無人機超35公斤重，屬於航空模型，較無15公斤，佇綠區會當自由飛行。嚴格專家也講，像產業道路等等的所在，定有人甲車會經過，鼓勵要耍的人會當去無人機的考場，會較安全。